家研究为客家的代表传承。姐妹是毕业啦，来3000块先帮我拿过来。我们这边也是老师，叫教授来比我们怎么给分数。嘿咯，用假塞咯。老师对不起。等一下，你没有做效果哦。没有做效果，真的我真的永远要相信老师。对嘛？等下就结婚了吗？慢哦，忙哦，来哦。还是我也要开条件吗？最后还到底都住不来去。每天都有那开。你就干脆直接住家里不就好了？你可以住在一家之主。最后爸妈都会妥协，我爸都跟我说，男生就是对的。哇，这标准太低了吧？知道吗？普特夫油马该对你来说的关键呢，一定要怎么样？听话油马该。好好吃。今天来讲饭嘞，饭呢？他现在嫁人的条件是要把家里面的楼腿部全部逮着，他才是把妈妈一起嫁过来。客家欣赏。那无餐料理高数，大家下理会嘞。料理高数，不过呢，两个都系师字辈啊。哎，都是学有专精。冇错，不过喺欣赏，也喺师傅呢，就像你上海两个师傅叫，欣赏係真嘅係十分厲害嘅。哦，我老太姐講一下，中馬街灣用開從呢，喺米見米來到節目嘅嗬，他們都是這飽讀詩書，來自於書香世家。富裕創嘅起題哦，唔但係愛用眼聽聽咯，其中一首哦，佢還算係客家界老師自備的天花板。等一下小改基調嘅細節咯。可以跪嗎？膝蓋哦，紅毯準備好了，然後結果欣賞好。姑嫂你抱歉，你這個亂講法。哎呀，講法聊啦。我跟你說，你不要再說自己帥了。你福成大魚嚟，是這個合到。最大的謊話。反話嚟，破家人咧。好，馬上來分享到你嘅評審欣賞。以前來分享到嘅係阿尊炳師傅。大家好，阿邊個好？那你又逮東西了嘞？你是什麼樣？好了，欣賞，排球。還有聊天美就知道欣賞係運動。李舉六李師傅。我講美得好，來資料。兩個好。馬上來分享到逢最參賽者係來自新北三峽嘅表兄妹，分享到劉范水先生、老吳風神在此分享。最大嘅重賞。老師好。欣賞好。真嘅係92呢。真嘅。好，等下張老師好好嘅來講法。來，你一片92未準備好了，大家好。接下來分享一下來自托人中拉計母女檔七王主翁永清。來，1、2、3，欣賞好。大家好。哎呀，董小娟愛用嘅機會，時沙來邊度係欣賞哦。哦，冇錯啊。對啊，節目錄樣之前呢，有接到張爸爸的來電，講到呢這個范水先生係佢一生人最大嘅閨蜜。哎，錯，因為好好說。一聽，我來好好啦，范水告訴了好好強調一下，你係你台灣行業教師協會嘅榮譽理事長，呀呢一生人當中都當3萬嘅都係推廣客家文化。係啊，係。客家研究為客家的代表傳承。冇錯。就是今年因為哎呦，夫妻都在搶到你都要到畢業參加節目。你愛講用。係啊，不說話用來上，今年是畢業啦，來3000塊先幫我拿過來。我們這邊也是老師。叫教授來比我們怎麼給分數。係咯，用假塞咯。教授，你本身會煮菜嗎？下巴。下巴。平常太太減肥，唔是愛煮啊。牛做阿太嘛。忙啦，做記下面阿公嘅嘛，嗬，他搞我做衛生的呀，係啊，唔是自家來煮的呀，無限呢，而且風箏姐妹都好高呀，嘅行業要半年的時間呢，哇，真嘅，當然不卡都對你客家文化是很有貢獻，我的老婆千會繼續加油的。好，走對咯，讓你留下看齊。他唯一的缺點就是一直說自己很帥，有冇？有啦，係啦，好啦，我哋諗講，諗出嚟一片咩欣賞韓國咯，記到兩位很有客語家庭，但係兩沙會講，貴福客人都會講。我媽媽本身是高矮嘛，跟阿妹共發嘛。所以我從細阿婆是講，你一定要傳承哦，你行業會講客家，所以兩沙全部有考試嘅行業認證，所以有行業家庭嘅啲證書。莫怪人家又得到個證書係啊，這是客語家庭的，係哦，厲害。阿個公主阿姐，你哋下要退休，唔過頭擺咩做先生？哦，聽你有冇嘢下年啊？
中啦咩？幸福。幸福。幸福面，来，突然幸福好，来，那我就站这里了，来继续，哎，照顾一下不卡面啦。爸爸的贵人。对，那我站，哦，好难选哦。站这边是最中公正的。拍摄。哎呦哇，聊时尚烟度系线上，不过平常时可能会卡粉笔下豆，因为那木残。对呀，先看看他们会不会玩游戏。哎呀，老师呢平常时就会教书啦，吼，传道授业解惑也。不过今不呢，哎，那个杜斯的部分就交给我们来帮他满足。好，那我们两个去参赛好不好？那要玩你擅长的吗？好啦，老坤呢，因为也他懂对史嘛，因为给懂对史给挑战，马上来金行体育馆给挑战。向前变困啊！第一关要用神奇嘅方式来考验两嘴料理嘅基本功有几层，还有对食材嘅认识有几多。当然，不看人之间嘅团结合作，你系当重要嘅哦。大家准备好吗？一家之主，准备来 PK 咯！今年你嚟 PK， 起碼間呢看到作蛋糕呀嘅專業就第一個，拄好今年6樣嘢呢，就係五月節，哈，五月節都是挺愛學的，就係中兒，我哋台灣嘅中兒其實動到啊，有北埔粽、南埔粽，我最好學的就係客家粽，哇，大家有志一同哦。所以今日เรา大家考驗就用客家粽來包，我都小嘅一下客家粽嘅特色係乜嘅？客家粽啊，最主要就是用蝦米、蘿蔔乾、豆乾、香菇、生藤肉，慢慢煸出嚟香氣以後呢，再用臭油啦、胡椒粉，然後將個米絲全部炒起來，調味出來以後呢，攪拌完來就會人家包喺粽嘅地步嘅料嘅，冇講太複雜嘅配料啦。所以就嗱，客家人精神供養就是懂食材，懂食材，但是懂用心。好，我大家談睇嘅小計意向，我就經常嘅地講，到底運用班可以比呢？等一下係用咗接力賽的方式啦，哈，熱沙做睇以後，實在會玩難為沙。我們最後看3個人完成最少時間的獲勝。好，冇問題。那牛一把馬上出來金行比賽咯。3秒鐘以後是來3、2、1，繼續開始。加油加油，速度。先搶葉子是不是？老師速度哦。哎呦，速度是重點。我覺得兩三年就凍來呢，凍飲啦，一糯米啊。你唔知哦。其實唔是按豆，因為你唔係看馬大爆，按體量。對，加油，因為豆互相禮讓。冇辦法裝落去。老師加油。或者是可以了。我們直接把料拿走。不要太大哦。這忙吧。加油，好。可以，可以了。可以了，洪志谦，会不会有人叫你？不是绳子啦，第一也要爆喉嘞。慢慢，你慢慢来。我看急事缓办，事缓则圆。慢慢，好。加油加油！目前两组嘅速度係差唔多嘅。我们老師加油！红队到第2棒了。老師加油哦，董戰隊。洪水哥，我想問一下，不要理他。爸爸是有跟你是在桌球社認識的嗎？他在害你，不用回答。没有，原来很早的，不用回答。你那邊只天一張很多年前的，這個要不要先？在客家園區，生活前你會被他很活躍，他到處參加活動。我爸爸說一定要跟你講謝謝，因為蒙尼爾他們就去不了師大桌球社。真的。你不要再害我們了。我想跪那個洪水哥，這個可以讓我跪嗎？可以不要在這裡玩，拜託你。我有幫你爭取到一點時間，玉款的話。玉款多。玉琴姐，你有跟他聊什麼？我要跪。桌球社是不是？聽說他爸爸是桌球社的哈。現在好像該打羽球是嗎？爸爸心會大哦。你不要跟他聊天。爆好了哦，冇3個圈哦。 3個圈係，你喺前面嘅冇圈啦。入得落去秀一秀，你有要完成他收口嗎？走3個圈，你冇啦。算啦。哎呦，加油！現在是同等速度哦。好，慢慢來，慢慢來。加油！這個太大。衝進來，衝進來。很可能走啦。翻跳對，一起系列，所以包不起來。對，它會葉子太多。其實你飯少，你再趕，你反而包不起來了。哦，反而更慢。因為夾不到熊超。老師，
哎，怎么到第3棒了？对对对，不好意思。你最近有加桌球社吗？有哈。哎，你不是住师大附近吗？下次洪水哥打桌球走在青基来，一动不会打哦。哎呀，一定要走金曲女神嘛。哎，你那天红毯穿的好漂亮哦！我你看还没录，但我知道。哎，来，飞哥，你打到我刘海。妆发师帮他看一下刘海。哎，歪开的，你刘海整个大歪呢。等一下，我先，等一下，不对，我有看 YouTube， 我现在要给安用转一下。等一下，怎么跟 YouTube 的不太一样？哎。我重新袂好咧啊！快点！哦，我一定要赢。中过的，安尼啊，那我更难哦，这个粽子的部分跳模样，对过呀，啊，错，你帮我弄好了不是？帮你弄啊，反正你输了啦。好了，我可以了。那刘海真的歪掉，真的。谢谢，真的。好开心哦！敢猜下哦。哎，但是我们是比美观的哦，你们赶快，你们那个有美观口，你们复查一下，快点复查一下。确定吗？你们复查。你确定你要检查美观吗？重要了。好 ，YouTube 说要给他塞好塞满，润筒盖进心。那我干脆再修一下好了。干脆再包一个算了。再修漂亮一点，搞不好还比他。然后旁边一定要收口。他现在变教学。尤其嘴也是这啦，韩国你啊偏的，会落去长车落呀。像三角饭团。哎呦，牛干脆再奶酱包一个哦。好了啦，真的。来，哎呦，包完之后真的是不想过川东。哎，勇敢姐哦。好，运动加精神。运动家精你只求不要掉下来，拜托。重新要技师咧。你要打就这样哦。好了，这个我包的。哎呦，我呀！我好不忍心啊，不忍心。好了，亚中诶，其实鸦片哈包较有较松一些些的你。看着我的眼睛再说一次。鸦片较扎薄啊，鸦片真易包。扎实的客家，较扎薄。猜做一个两三个。一种诶，你冇包比扎薄哈，佢安尼一扎佢就会掰开来。摩斯安阳给我们30分钟，我们现场争，看最后哪一个活下来。攻掉了，因为虽然都会散张跟公蟹菜，你都有经历客家。懂演的呀，对刚才我们笑死我笑了。但是我跟黄珠姐说排泄啦，因为给爆的情境动吼，对不对？就第一颗好，那之后我们术业有专攻啦。这也是我第一次包了。对嘛？来，厉害，第一次包可以这样就厉害。赢的是算是实实在在啊。嘿啦，梦安结交，主要就会过节的仪式感，抬个穷下都会爆种了啦不过。第一关呢，还会拱吹黑痒的啦。错，这拱出来。开始讲5月节快乐了。哦，你也节快乐。 5月节20中耶，这样才会包中。好，接下来，好，好，顾送你一家之助包中金钟奖。好，今天听完哦，就这一集了，好不好？好了，马上来看一下，你呀准备师傅带来嘛个好料的，我来开启家分享呢。对不起，对不起。等一下，你没有做效果哦。没有做效果，真我真的永远要相信老师。对嘛？老师，软壳蟹他敢发牛耳公啊？他就是软壳蟹本蟹。对，本人在这里。主厨素卤菜，哇！今日師傅呢帶來嘅食材，大家已經偷偷嘅看到嘅，今日是係正經係泰菜哦。先來問一下，準備師傅帶來嘅菜苗都冇嘅？今日來做嘅金沙軟殼蟹堡。哇！老師，軟殼蟹他敢發牛耳公啊？軟殼冇害哦。冇係，這家嘛用工做的。然後軟殼冇害。冇軟殼嘅冇哎呀，因為佢殼本身是硬硬的，所以它就是軟殼蟹本蟹。對，本人在這裡。它真的好
软系去很软的，哦。所以按个你创调料理的方式穿系用铺的，对系铺本去素素啊，贵在时下都会学啊。好，我们先介绍食材好不好？好，最主要系咧鹅蟹脯，啊底部落去浸开落去。昨天还用赖起来哦。所以浸开了了到好西的部分，落去浸在伊，好了糜，吼猪杂粉啊，还有个番薯粉，还有狗散罐。系狗散罐，啊，咁你配料去หั่卵，和卵黄、卵拍。还有剥皮辣椒，哦，辣椒、葱、蒜、台湾盐皮，还有白香，分去做调味的部分。那里呛菜香盐，好，应该法国面包。好。面包。哇，第一次看到软壳蟹本人呢。哎呀，因为就该下师傅就讲呢，你打败看到第一须这是破喉嘞。哦，难怪我想说，大白吃软壳蟹为什么给不可以吃？可以吃，对啊。因为软壳蟹其实公司才去非常的珍贵，是就赌该。墨海哦，好该西，因为好像只有几小时的时间，从地方去走。差不多3到5點鐘。海龍王。嗰佢做乜會正規咗入面？幾多拖學嘅時間？你冇實實嚟打起來，揾另外一次，也係講嚟驗起來，把佢天天都消退咧。那如果它換殼換到別的地方去，為什麼它會死掉？比如講，人哋他甲血強下嘛，對，佢邊個冇幫佢話當雜啊，按要揾好樣樣咧。我會讓實體啦。哦，他們會。不，一天會，所以我係冇讓，我係比如講有人玩好嘅，你冇實實嚟驗起來，也係講把它移到另外一次嚟把佢做嘅動作做小體，啊動作小體你冇驗好，冇看準時間一則都冇效。可是其他的都睡得好，那 Q 跟你有沒有可能隨時去游泳？所以佢都正規啊，變成你隨時要看定佢啊。哇，真勁呢！因為它脫殼的那個頻率係做得算得出來嘅，頻率係算得出來，時間係算得出來嘅。那光溜溜的呢，一頭上浮你知道一個捉起來。我壓根係亂噃，係亂噃。臭很亂喎，比方些油。今早油係下多吼。係。剛才是幾家咩做唔得，不用燙多油，尤其大還有麵包，我教你。啊，還有出兩家墨海呢。係。定啊，6點。放回吃力是嗎？放回吃力。老師有問題做得悶哦。大家會選你有口感墨海嗎？從小習慣。因為是硬硬的墨海哈，一凍麻煩，你還要剝殼，因為貴得是落去是好嘞。但是，一般軟殼蟹料理的方式，除了就金沙之外，還有哪一種咯？其實我之前有做一些較特殊的料理，就比如講麻婆豆腐。哦。我們會做麻婆豆腐，嗰個嘢軟殼蟹炸好以後，變到麻婆豆腐的蛋糕，然後我旁邊通常會附麵包。哦。會夾個麻婆豆腐的醬料是，我們是做過嗰種叫做辣椒炒蟹，但是佢唔係真係辣，佢用嘅匈牙利的紅椒粉，你炒嘅，係個蒜頭要俾佢炒，嗰個用羅勒葉，有啲四川嘅方式，所以當到方式啦。然後個羅嘅蒜頭落去。係最主要大家真就應該提補出嚟先嚟鋪過啦，所以用鋪嘅好多。請問軟殼蟹係嘛個時節的呀？它就是脫殼，好像1年有幾次？春季從一年你300啊200樣。但是大家如果選墨海，可能都年代下到啦。秋季啊。對，秋季的時候。洪水哥，你好學金沙嗎？不是。哦。對啊，金沙哈 Q 啊。有今日調梅嘅部分，然後香梅是應該都有調味料。哦。那剝皮辣椒屬於會用到嗎？冇，用嘅係辣椒點，水冇用到。今日係咧主要係調味料全都料到啦。哦，一火罐睇配色嘅部分，葱吧，哦，椒兒，跟亂拍唔愛啊？亂拍要容易辦咧，要拉慳咧做得咧。哇，這個醬料好。叫盤。對啊。哦。哎，軟殼蟹到底要怎麼炸嗎？個油溫要教我們一下。溫度係好燒掉。哦。誒，稍微180度到200度左右。你給凍結對不對？因為下雨，水就會停去，冇時會出水。哦。哇！是像海產嘅鐵線都係咁用嘅哦，凍加熟。所以要揾一個手搞嚟熟啲嘅。對。啊，幾多炸嘅時間呢？哎呦！老師，來教一些小遊戲啦。問4位老師哦。冇乜咁老先生問啦，但是冇辦法係去問一下哦。好嗎？請問一下嚇，
人家18世纪以前哈，也贵族会用也恢复长久了。也硬的面包做马盖啊，A 黄的饲料 ，B 燃料 ，C 橡皮擦。我知道，蓝队跟红队先拍一下了猜拳。洪水老师不然就最近的吗？跟黄珠姐用啥？你猜拳是什么？剪刀石头。等一下，洪水哥，你先出，但是他们两个一起出啊。哦 A B C 哪一家？ C C 吗？确定吗？知道，是知道的，不是蓝料吗？因为他是贵族。老师，你知道对不对？你很肯定，很肯定，懂肯定。那等下，面包粥出的没有道理啊，老师。我跟你讲，你永远无法想象面包粥人用的粥出在理性时代，低的贵族都在使用买的东西。这个老师，你如果想赢的话，你要听我的，答案一定是蓝料。你怕你就拿来先。你是不是很想影响老师？没有。老师知道黑 C 吗？好，咱们吹个阿姐，先会选哪一家我啊 ？B 燃料。燃料。让你答案要强让，但是我们红队先会选係 C。唔，答案係哪一家喊唔啲？來看一下正確嘅答案係乜嘢？答案是 C。出来。你说抱歉，你跪。等一下，你没有做效果哦，你没有做效果，没有做效果，真的。我真的永远要相信老师。对嘛？因为你输了，没关系。因为呢都要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啊，要出来还蛮有还是问世的时间。其实呢就会用面包来做呀，出来用。啊，但是用的面包就会讲出蠕动机的。哦，硬体的面包，默写的，去出做唔得事的。我真的好羞愧。谢谢。哎，高材生呢？帮我诊断。政大毕业呢？他也是。我又没讲。拜托。因为根本呢18世纪的时间啦，18世纪他还没唔对啊，证据记载。洪水老师他就是维基百科。嘿，你妈改读地。而且他刚刚懂稳定。真的。他没有怕你，哎，很少有来宾，他很确定，没有屈服于你的。我从一开始就说把3000块钱给他。做料理已经不重要了。我还泡好咧，你啊面包放来，蛋糕你啊美乃滋啊，并个呛出来，后帮佢搭配一下，因为你今面嘅料吼，春係要慳嘅，所以帮啲啲呛出来。不过洪水哥，你也真的是凭空想到吗？老师，你用安利我还有一个印象，可能有在哪里读过。老师，你真的是学问渊博。你一开始开场讲的书香世家饱读诗书9第一，我真的是因为平常我都很爱乱看，什么都看。真的，老师你可以当我们节目的顾问吗？啊，顾问啊，对啊，我太羞愧了。顾问可以。很有智慧哦。抱歉，我刚好牙齿拔光了。讲话不方便，害羞。漏风。老师，你再怎么样都没有我见效，还不够见效吗？哎，咧是那个组合以来像汉堡一样嘅。不过其实软壳蟹刚才有讲到，基本上都是要用炸的嘛，哈。嘿，专门冇用整的呀嘛，干。所以每50线要去杀狗一下。对。唔是。上那里泡。上直接泡咗。哦，用过老可以煮 happy 了。嘿。好，来。金沙软壳蟹堡。按钮就好些喽。好，先本师傅一个感谢的种啥？太厉害嘞！大家都要哈吃都要跟牛红毛海，听下来品尝看哦。好，来。来，它那有牙签啊，小心。好，我看能不能咬得动。老师，它是软壳，可以。还活着。好好吃哦。那个酱，好吃。好吃，它金沙冻用呢。我们最主要有个波比辣椒的风味。老师，你吃牛板？好吃。好吃哈，有香吗？有。好香哈。对啊，老师，这个你要回去当叉子吗？不用它丢掉啊。丰城气米线牛板呢？羊毛海当嫩，米丝当香，
连把妹当年呢，对，不是高拍高，不是走错的。大家都心有余悸。其實咱睇嚟係做嘅橡皮擦哦。哎啦，兩位阿姐去到呢？放心。或是，該有辣椒香，還有該件啥叫卵黃嘛，係咪？濃香。兩個嚟撈大家分享一下。邊個老爺金沙哈，會給呀剝皮辣椒啊，做加分點嘅剝皮辣椒。真的剥皮辣椒。因為一種料理嘅方式其實就懂食下的香香辣辣的，個搭配啊麵包，所以呢做整體搭配是還當好嘅一隻料理。景俊厲害哦，又讚哦。神母六 B 師傅哦，T V 下邊個周安勇嘅安排啊呢？大家都目還沒做了吃周坤啊哦，馮翠妍利亞領先，我們得到了2分，藍隊現在還沒有分數，要夠加油哦！馬上來進行最杯米一館嘅挑戰。等下就結婚了嗎？忙哦，忙哦，來，沒事，我也要開條件嗎？最後係到底都會住不來去。每天都有開。那你就乾脆直接住家裡不就好了？你可以住在一家之主。最後爸媽都妥協，我爸都跟我說，你這就是對的。哇，這標準太低了吧？你知道麻婆豆腐有乜該對你來說的關鍵呢？一定要怎麼樣？一定要有乜該？家家出好菜，兩嘴這段只聽嘅題目，第限定嘅時間，做出一出最上癮嘅好料理。無論係傳統嘅，也係創新嘅菜式，兩下夾夾拿出嚟嘅好本店，一家之主好料嘅愛掉上走咯。接下來最關鍵一關，家家出好菜，Andy 有自聽菜式，本睇自家跳下來，變厲害。好，公普自謙哦，先本大家細細嘅提示到底係乜嘅咧？有人講哦，撈長輩有相關，跟長輩今日出嚟咩阿婆、咩家婆、咩姨婆，答案係麻婆豆腐。長輩啊，對，因為麻婆豆腐，因為長輩講話太慢啦。麻婆豆腐。對。好啊，咁個麻婆豆腐哦，國家嘅梅頭可能冇形容哦。冇唔錯啊，請家兩組參賽者呢，這個有關於麻的部分，到底要怎麼來呈現？這很關鍵。請問一下，Andy 馮翠，你阿哋有乜嘅想法冇有關於嘅麻婆豆腐嘅部分？其實麻婆豆腐正確嘅話，用麻花椒去增加它的麻。不過客家人開始食到暗辣，就過2個台灣嘅客家人食用豆瓣醬。哦，沒動票。冇錯，這樣就是大家接受度會較高，對不對？派人設置就全部做得食。沒錯，而且接下來這一關我是不能期待，有沒有人看我的恩師洪水老師來做料理本台下看？撒下來無論幾個嘛，嘅應講錯就錯嘅。一聽會錯。好，最關鍵一關呢，哈，老師兩位老師哈，有信心嗎？有，加油！加油！其實哈，很好嘅加油就係冷水，因為你下分數還慢一啲啲啦，哈。對，麻婆豆腐今日我哋做嘅係哪一種嘅方式咧？因為像一個行業，是從用該從找嘅該肉片乾，還有該條泡菜，所以係是不好自家有片片一條東西嚟做炒，所以用客家式嘅麻婆豆腐。哇，咁樣講起來哈，是有非常大嘅機會可以領先，因為客家味都是我們師傅凍好嘅梅頭。最每一關哦，台上講出來哈，有信心冇？有，加油！兩組都已經準備好晒，而且我們要準備好拍飯哦。係哦，錯，麻婆豆腐，係當茶飯。馬上嚟倒數，3、2、1，搶開始！殺來咯！哇，麻婆豆腐嘅料理，講真嘅，麻婆豆腐其實不算客家菜，對不對？其實係哪道邊嘅菜呢？算係川菜啊，川菜，正麻嘛，對不對？像麻婆豆腐係有嗰種典故誒。哎呦，有故事誒，有故事，因為都四川的時間，有啲人都陳麻婆嘅，真的有麻婆啦，你看，真有啲人都陳麻婆嘅家。都廣告神咧，佢都冇錢去寫嘅，佢就用佢自家方式去做一樣豆腐，做喺本嚟唔賣，但係佢寫為肉態，人家就講佢有一件豆腐當好食，乜個豆腐講唔得出，
还有这个哎呀，上年做很多麻婆，陈麻婆，所以做很多麻婆豆腐，麻婆豆腐一直流传下来，在清朝的时间，人家也有典故哎，四川就吃嘛，所以用几去改特在有地的，对在地的炒法去做的。好，来我们看看这边的在地温用的粥，来。你家下人人是看到見到豆腐，咱嘅原上當中嘅豆腐冇強用哦。板豆腐，做乜介紹我板豆腐，因为他做以前某论豆腐，全部用做到板豆18腐世。紀以前嗎？走开纯的直接了。洪水老师，用板豆腐可以含不开米。真的又正变了。是在做雕刻吗？會不會太油了？类似啊，还好还好。而且有点花样。因為已經變没有凤珍姐，豆腐碎我们麻婆豆腐是不是就是要不规则？对，还要做出这样？因为在家里妈妈不会给你细细的、很方正的，有按钮，所以我们家里的味道就是有的甚至于就直接在锅里就压了。對用鍋鏟去壓，對不對？对对。也有一番风味。刚洪水老师，你知道麻婆豆腐有吗？该对你来说的關鍵呢？一定要怎么樣？一定會有乜嘅米豆腐，主要就是要姜啊，哦，当然有拌酱。重要的料还有而且我们有不用下你筆嘅，之前啊，不用下筆哦，还是还不你得下筆咯。所以阿姐你本身係做埋頭路嘅，我在教課而家教行業，搞半年，就是我係護理師、護理師。好斜槓哦。因为俺姓别客家人区三甲的志工队队长，而且是最漂亮的，对，那个最有智慧的哎，麻婆豆腐。所以等一下的步驟提提係嚟，係乜計？你有可能别先香，爆香，別香先來不要，偏香別香以後，將豆腐下來香料當冰落去。哇，這個聲音好好聽哦！哎，唔是先落去錄一下哦。錄不是，那不講聲嘛，因為佢最高240，可能用嘅聽。麻婆豆腐嘅高肉係咩？我哋那個肥瘦參半。其实麻婆豆腐清做的用牛肉、牛角肉，你真的很懂麻婆呢而。且要一炒东西，它的书香味出来，因为书香味要读書啦，不是香酥的酥啊，香酥的酥，加上素素样。酥酥的小米啦，那个牛的别个去油个小米，当然炒花椒啊。所以我們建議要炒乾一點點嗎？不一定，看各家的做。主要是它的香氣要炒出來了。哎，好，我對。們等一下再回來哈。好的等一下多陣啦。好。兩位阿姐，然後大家小介紹。哎呦，你哋用嘅豆腐番條冇強用，冇可能。對。介紹一下，介紹一下。那個雞籠豆腐哈，比較很嫩啦哈，也有10公元的肉脆布，哎呀，甲香啊樣嘿，佢煮落去要要像透視啊樣，哎，要較好食啊樣，已經很成年的了，嘿，那肉脆布咩油雞較香上嘅，因為雞嫩菜脯。嘿，跟你一樣年輕啊。老姜它特別，因為雞它肉會比它軟嘛，啊雞香上嘅話脆，係所以吃起來係脆脆嘅係。那今天怎麼個用嘅用係螺誒？不用燙，哦，裡面就燴到，有燙的，有老姜它啦。所以香氣會有層次，口感也會去層次。哎，不要豆漿，不用老雞嗎？咩生你要煸一下，他用那個鴛鴦鍋上西件，哎呀，算時間啦，鴛鴦鍋對呀，麻辣跟什么？不是四川料理嗎？麻婆的啊。哎呀，對吧？那是家嘅脆布哈，較好食啦，肉脆布那，你要自己做誒？是家嘿，哇，對吧？邊嘅個肉脆該不會是你家念西街做誒？有哦，那冇要按用強下來做出來，該不會係體越白？係雞吧。雞排老媽媽叫我做出來。哎，平常時都做下叫自己炸，你無為數一炸較好啊，叫泡嘅容易較麻煩。結盤糕會唔會喺當煙麼？等下就結婚了嗎？忙哦，忙哦，來，還是我也要開條件嗎？最後係到底都會住不開心。每天都有開。那你就乾脆直接住家裡不就好了？不是，你可以住在一家之主。因為幾多間冇咗啊？上蓋，哦，你係水水台，哦，那最大的還沒這樣 OK 啦，係啊，要放在家裡面。
唔好啊，加撇最好啊。做阿婆都冇。哎呀，哎呀，多歲冇嘅，冇好做阿婆。不然我換個問題來問看下，你對蛇龍嘅條件係乜計？而家啊，雖然就係食家煮雞啊，中意就好啦。我懂。一年冇雞，以下冇雞。丈母娘看女婿越看越有趣我跟你說，。最後爸媽都會妥協。我爸都跟我說，男的就可以，哇，這標準太低了吧？男的都可以，多大多小都可以。給嘛給？哎，不是，給關係嘛給？這個是什麼醬？挑椒。哦，所以兩片都係用頭班醬。但係當然冇雪辣嘅啊，但 Annie 哈哈豆嘅條係菜脯落菜脯。係落菜脯。好，我們等下再回來好不好好？因為我們洪水那邊好像要上菜了。好，來。好。老師，Andy 來咧。你下樣板金兔樣板，已經好彩做嘅啊。用豆腐嚟，還有帶去咖喱了。為什麼麻婆豆腐要用黃色的碗？是不是有特別的寓意咧？冇，是關係馬來西亞製作的。剛好出門的時候順手拿。老師，你都食飯太後搞熟係冇？粵餐嘅，粵餐咩？哈。就講嘅嗰個海外留學生回國研習客家語，我就教。哦，你就搞這樣。咁你對後生就會做欣賞多啲啊哈？笨蛋就會都給搞語言文化嗎？本來小學咁乜嘢都搞，18班武藝全部。哦，頭班係國小嘅現場。我們教演員部做指導員啊。哦，指導員。他們叫國語督學，專門教老師怎麼樣教國語。性上改性上。我說人家他派到海外僑校去輔導他們教育。哇，老師你今年幾多歲啊？講幾多歲？昨天我們可能10，還是最多20出頭。半生，最多半生。差不多我9歲吧。差不多。哇，對大家再多加一點。這麼保守，差不多沒有人要公布嗎？都差不多呀。感恩。因為我身體還動火，你看，你要喊昨天讓人爸爸腳下打足 Q。對。桌球要很考驗體力的，跟速度啊。對，速度反應。這不是說我喜歡，那好打。我鼓勵打乒乓球，從細打到青樓。我唱水，我唱社會學吧。唔係啊。呢句是剛才奉勸啦，哈。那剛剛剛才東西走，再讓大家補充一下。哦，因為我們家是不太喜歡太多水，紅豆水，會用那個太白粉，一些呢落去收汁。那個我們的秘密武器沒有什麼，就只有香料，一點點的芹菜珠。哦。點一下那個味道。會有一個咩沖法哦？分水啊，跳一種分水。那可以上菜了。可以了。哦，來總盤了喲。那我們去幫那真人講，還沒有分數那邊，去幫他加油。不用強調。好好吃。今天來講飯呢，飯呢？但是現在嫁人的條件是要把家裡面的老菜脯全部逮着，他才是把媽媽一起嫁過去。哇！切坤啊！等下差唔多有偏離分水嗎？唔是，唔是。哎呀，雞仲係最冇樣雞。哇！啊，做乜嘅會用雞卵豆腐啊？雞下唔記得門咧。它好鮮，很嫩啊。鮮它好鮮，嘿。但像滷個滷菜脯那個味道就冇不用哎。啲滷菜脯哦，就係呢啲嘅秘密武器。難怪玉琴不想嫁。要是我知道天天家裡都是按澎湃。但是現在嫁人的條件是要把家裡面的滷菜脯全部逮着，他才是把媽媽一起嫁過去。對。哇，昨天中盤了喲！走了，我們去倒數了，時間我們再去裝飯了。裝完了。跟草馬上來倒數，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。時間到，馬上出嚟試試看那最杯麵館也嘅麻婆豆腐，那部卡卡針掉咯。哇，一起加重啥？嘿，厲害咧！哇，
呀，正经都系各个不卡铁油嘅味道哦。係啊现在吃吃看下你風吹嘅料理，來來來，因為唔得咯。来，也嘅攪拌色。哦，加什麼凍好看哦，豐豐誒。嗯，好好吃。正經來講，盤咧，飯呢，凍叉盤，而且佢唔會凍爛，係嘟嘟好，嘟嘟好，而且釀用做好太凝色質，軟嫩度剛剛好。猪肉等色，真勁，你看像洪水老師呀，就吃到猪肉等色，對不對？比較好。你吃到牛板，赞，然後一點係講這個經典等級嘅啊，哈，你要用了牛弄雞，蹦饭懂了，係啊。下饭了。然後講你個食下蹦飯，唔怕唔會狗哦，真嘅。青春期直接。哎呀，真經好食咧，雞肉用的係板豆腐，所以哎呦，雖然雞肉弄的係水水的，但是我覺得吃起來是口感很扎實的。韓國冇哎用痛痛水水耶，所以非常的好下飯。兩頭厲害哦，而且那個豆瓣醬用梅半天出來嘞。對。但是艾利藍水牡丹醬豆瓣醬婷婷，還有蘿蔔布，還有這我們那個玉琴的嫁妝呢。來吃吃看。來，這算我第一次吃這種。哎，你蘿蔔布，望住真正做呀。就覺得說，cái種蝦米，種蝦cái要做啊，韓後生，哇，然後是10公元cái簡單嚟做一樣。哇，它真挺別有一番風味哎，熱口食定唔熱口誒？有客家特色。棒飯未做得當香，放翻啦。沒有，就算係大昌軒哦，沒不會凍蝦。唔啊，裡面有那個肉太乾。對，主要就是那個蘿蔔布，它的那個，哇，它的那個韻味尾韻啊。我當年都是，我現在也是啊，養喉嚨都是肉脆布哎。係哈。真嘅，一真經凍好，韓國可能台灣嘅麻婆豆腐，你係提隻雞用蘿蔔布來做嘅，這個算創舉。真的，難怪真的玉琴不想嫁出去。好啦，家下份數吼，咱喙係人份，家風喙係魚份、涼份，到底最美哈？是否用班的評分，給來看。緊張的時間馬上就會到位，一下請風吹搶本分數。拜拜。4分加上家下2分，總共係6分。哇，哎，你們如果黑個滿分的話，哇就好看咯。不可能。希望不要讓我們失望，好嗎？來看一下藍水得到幾多分？師傅懂難哈，搶本分數。要得3分。今天滿分，強球逆轉勝。哎，好好看哦。來，彬哥，我們這裡。迄種料理村有，但是村係設計的風味分哦，所以你是從你係搭配東西的角度來看，那邊你用了蘿蔔布啊，增加了風味，真經嘅用了麻婆豆腐的部分，好少一看到的很冇做到按辣啦，於是你邊到底客家的真心的味道。好，2個。今日主題的麻婆豆腐，但是人家亮片其實周圍攏係老真色的麻婆豆腐完全冇同樣。對。所以呢，我的評分的標準就會講那一片標的客家元素，好，較適合或者是較突出，或者是用一做出來會有一些更有客家的味道，會有給它提色，好，所以。南翠那邊有標黑菜脯是很適合的，所以我就是鴉片呢就來多加1分，所以現在南翠3分，風吹6分，其實兩邊都做得到，好，對，謝謝。因為不管用的啊吼，你都係酥豆不卡你，最肯定呢清香不卡你，牛都不卡嘅呀，也不卡米頭，兩下成績已經出來，馬上出來頒獎咯。耶！第3隊中場。全部欣賞，冇辦法分出一個5下啦，全部都係第1名，最厲害嘅哦！一個2組都係得到6分，先來恭喜風吹第1名得到1500元的加菜金。恭喜！哇！最後傳出來藍水最美哦，逆轉勝咪係大票名哦，得到係1500塊嘅加菜金。恭喜！
今日呢，真係到難得嘅機會，做得邀請到安道安啲老師啊來到節目底度，先邀請風箏先生來大家分享一下了解參與嘅心得。其實當時來參加安陽嘅節目啦，其實學校嘅把學生係全部當歡喜，我參加活動啊，全部我跳出的。我要的顏色較太一些出的啊，其實沒當歡喜。看到安獎嘅主持人，韓國安遠導嘅主持人，拍攝色彩哦，真嘅當歡喜，根本熱打得啦。不過真係接上出來了嘅話，我發現到交朋友分享料理當中，進度嘅滿足其實動態，錯冇？錯。嗰時老師喊白，唔該帶學生嘅呀，就叫佢嚟參加好冇？好，恭喜！現場呢最德高望重嘅就係你洪水老師嘅嗬，了解了參加嘅心得，然後那較好來就係我當到你安遠導嘅面，分享一下了解參加嘅心得。老人家還有機會啊，參加按親密嘅活動，啊，人講嘅民以食為天啊，食飯啊，方厲害啊，所以一家之主啊，來推廣客家文化，語言來傳授語言，所以我全方位先幫大家。謝謝老師。老師，你又多多來啦，你有字頭哦，你按有字筆，大家上地天文下地地理啦，客家對你來講哦，一時都冇困難。喊你把我過來，剛剛用我記得18世紀以前一個麵包，開張叫佢把我來做出嚟。叫佢記好貴生年咯，今天哦，咱吹兩片，今天表現的動力哦，好得最美又揚哦，不然我真的是愧對黃祖姐呢。你看爆嘅總嘅爆到眼滿哦。唔會啦，唔會啦。即刻就蠻感受啦，我去參加比賽。叫佢當歡喜啊，嚟啊體拜嚟參加呀節目嚇，當首出嚟一樣嚇，啊個因為帶裝下嘛嚇，頭擺我做嘅，要好做嘅種嘅嘅吹頭啊，一樣忙搞一樣啦，啊我知道誒落吹布落嘅是內吹布嚇。嘅每套冇空咗啊！每個試看啊，攞吹布試看好色冇一樣，我就試裝好色哦，嚇！嘅每套特別冇空咗，唔係講清淡色一樣啊！你現在還在緊張哦，因為你的牌子越拿越高。是，你知道為什麼現在緊張嗎？因為她的老公在前面。唔單止老公聽哦，激動幸福，三屆莫要千夫來咧。他們今天全家出動，嘿吼。係啊。但是今天最得力的助手就是玉琴了，對不對？我看吼，佢天數沒追到，老大嘛總要擔一點責任。今日讓阿妹強下來，要嘛感想咯。因為咩感謝咧，但係本來啲機會吼，平常喺細佬媽媽強下做事啦，因為講體拜做下強下煮菜。天數哈，真歡喜，想條錢包解裝嘅，我體拜包，真係冇包過。啊，你這機會我係去看看哦，冇簡單，即是我會買之後包一年。當辛苦啦，下次唔會再嚴講啊！我揾咁玩貴哦，真的，因為比較費冇簡單，而且今天跟媽媽一起來，專門來表示一下。因為講該行業嘅傳承，應該行業家庭嘛，嗰禮拜你做了屬於我你做事嘅咩算嘅傳承啊？媽媽你應留客家嘅智慧分，大家分享，客家故事。今天為了媽媽嘅木頭傳下去，好冇？好，恭喜恭喜！其實安樣看起來哦，今日真緊動感通吼。你看兩組的來賓時常因都係線上，都行業創新地位度哦，都佔據了非常重要的角色。因為無論你係幾多年歲，無論你係哪隻套路，全部做得強下來，到客家文化變起來哦。冇唔錯，嗰時候可能20過後，各位觀眾朋友們了解到，你客家料理呢最重要嘅精神就係不卡有愛嘅美食。嗰時候不管你為做乜嘅料理，歡迎你來到節目當中分享不卡愛嘅料理，一家之主帶你跳下來，大家是，下禮拜再見，拜拜，大家都保命咯，小夢大家，